大家好啊！有冇諗過買棟樓下邊就係做鋪嘅，上邊咧就有兩層住宅？呢種策略咧可以為你帶嚟穩定嘅收入，又可能會升值嘅喎。睇下啱唔啱你先。嗱，呢種混合用途嘅物業咧，投資者通常都會咁做嘅，用現金買晒成棟嘅物業，然後將樓上嘅單位咧賣出去，套現咧就降低嗰個鋪嘅資金嘅成本。根據英倫銀行2025年嘅預測，利率就有機會降低㗎啦。如果真係咁嘅話咧，做翻個商業按揭咧，可以享受到更低嘅利率，減輕咗供款嘅壓力嘛。但係要記住喎，呢啲都係市場嘅預測，未必一定會發生㗎。至於嗰個鋪位啦 ，OK， 個租客咧通常都可以同你簽 FRI 嘅租約，即係佢哋咧就會負責晒成個物業嘅維修同埋保險。業主基本上咧就乜都唔使理㗎啦，仲可以慳翻個管理費啊嘛。嗱，呢類長期嘅租約咧，可以為你帶嚟穩定嘅收入。當係一年15000磅左右啦，仲可以收10至20年喎。你覺得呢個投資策略啱唔啱你用呢？仲有咩方法好玩啊？喺留言區話俾我知啊！